Oh hi Mary. Oh my goodness. 哇，你今天这套楼 IV 真的超有品味的哦。哇，真的好看的对吧？多巴胺爆棚呢，好看的，有品哎你。哎，这个 Panama Geisha 的味道怎么样？今天？那必须好喝咯，我亲自给你做的哦。哦，对了 ，Mary， 今天我们店有牙买加蓝山呢，要不要尝尝看？我给你准备一个下子。这个杨帅哥，你还是就想吃咖啡啊？啊，不是，黄叔叔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这个路边这个便利店买杯鸭子就行不好了。哎呀，主要这家这个中商咖啡店买杯这个咖啡太吃力了，太吃力了。哎。你就想吃咖啡哦？我们走了，没事的，只要你杨帅哥喜欢的，黄叔叔肯定陪你的啊！好了，走了。哦 ，Mary， 今天你算是遇到专家了。其实我更推荐你用兰蔻的356色号，哇，那个颜色真的超绝的，又透又嫩，光泽度超好的。俄罗斯主理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 YSL 610也超级适合你。稍等一下，有人来咯，稍等一下哦。我再郑重的说一次，我不叫波罗斯 ，I'm Bruce。耶，我是叫你波罗斯呀，是叫波罗斯呀，是叫波罗斯啦，杨帅哥，我没讲错呀。Never mind， 今天有预约吗？那，又来了，你又来了呀，又要预约了呀。你看呢？你店里面一套瓜子就一桌客了，你还跟我搞这种预约，跟我瞎搞什么东西？搞清年三了。哎呦，我们还是很简单的啊。好了，2杯冰美式，再加一个面包啊。这可是又要预约了，搞什么东西呢？杨帅哥，进去坐。Jesus， 你们每次这样直接闯进来，真的很没有规矩哎。还有今天我们的女士限定冰美式做不了哦，今天只有巴拿马龟夏和牙买加蓝山，还有。我们家的面包是有低消的哦。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是中商了，买个面包还要低消了？我哪听错了？我老早克里斯汀天天买个面包3块钱，到你这边还要低消了？你面包里面放什么了？放象拔蚌了，还是放这个金枪鱼啦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蓝鳍金枪鱼。哇，大叔，看来你对我们店还是有偷偷做功课的哦。你把那个吃烂的做啥功课了？做什么功课了？好，不罗斯，这个面包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好了，不要了啊！什么金枪鱼了？还有你这个咖啡店里面冰美式做不了吗？你开什么咖啡店呢？啊！你一天到晚跟我搞什么东西了？你说的那2个咖啡肯定又是巨的不得了的，又是葫芦牌，弄我也得累呀。OK， 我在这里再郑重的声明一下。我们家呢本来就是为那些有高品味的顾客而准备的，像你这样的顾客，想必也尝不出我们的匠心之作。OK， 哦 ，Excuse me， 我有重要的客户来了。如果你要想喝的话呢，就扫码点单；不想喝呢，就请你离开。OK。哎呦，宋先生啊，房租我过几天一定给你啦，用不着亲自跑店里来吧？想不想喝牙买加蓝山？我去给你做一杯。哎，蓝叔，缺德了！你那边去咖啡啊？那个是懒牙的女子呢，杨帅哥呢？杨帅哥，这个是老宋呢。我们跟你这个爸爸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关系好的不得了的。才能知晓，真的那边吃咖啡啊？你要吃咖啡啊？那菜饭子。哎呦，干了不贴着对面那做你做给这个波罗斯了。哎呦，老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波罗斯一塌糊涂。怎么我来2趟刁难我2趟，我跟你讲，这家伙了，房租付不起了，还在那装腔作势了，这样动不动爸妈就要预约了，这个嘛不能做了，那个嘛要低消了，是要付不起房租了呀。老叔你这个租期要到了，不要租给他了。哎呦，大叔 ，OK， 给我个面子，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？那边还有很重要的客户在那边呢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哪知道您是宋先生的好朋友嘛？这样，今天你们的咖啡和面包我 Bruce 请 ，O 不 OK？ 麻烦您跟宋先生讲，再宽限给我2天嘛。这现在知道要面子了不要大声了，真的是的，不用了，波罗斯不用你这个说我们的，黄叔叔该给你的钱还是给你的我黄叔叔不差钱呀，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波罗斯。你这个做生意还有做人，要好好的注意了，真的。
你不能这样做生意的。你别说这个宽限几天你碰到我一句话给老宋，他不要你房租都没事的。儿子来说，儿子呀，那你房东自己说的，不要房租都没事的，我只要我一句话，真的，你爱跟我来楼了，阿有意思了，你这阿有意思了，3杯冰美式。哎呦，大叔你早点讲嘛，女士限定冰啊，呸，冰美式有，马上给您做。哦，现在又有冰美式了，又能做了，真的。